高滨间田仔社区规划小旅行，配合在地东义堂的金狮镇，要让游客来到社区，会当体验到人狮、拍鼓、拍拳这种的传统文化。 拍拳兼人狮是即摆田寮社区特别规划小旅行内面上主要的体验行程，除了安排农村的体验，更加结合在地金狮镇，和大家深入了解民俗技艺文化。农村再生的一个就是计划一个搭配活动。那我们其实同一堂就是也是我们在地的一个文化，已经有历史悠久的传承。希望讲透过拍鼓、拍拳、人狮活动来宣导遵守重大理念。 希望会当传承传统武术，咱的武术继续爱传承学这武术上重要就是爱有武德啦。办小旅行唔但使发展在地观光，更加会使让游客到社区体验在地文化，达到传承的目的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